咁樣你哋識煮興化菜嘅？哦，因為我老細係嗰啲中國福州嗰度嘅興化人嘛。有咩興化菜介紹啊？一個雜煎咯，好似蠔煎咁樣煎嘅，佢係鎖當蝦豬肉噶咯。有興化麵線，仲有一個興化米粉咯，又有嗰啲唐山油米粉，跟住有嗰啲興化紫菜羹啦。呢度開咗幾多年咗喎？呢度應該有40幾50年。咁呢個係第二代嚟嘅咯。第二代嘅係舊鋪頭係響炸欄葉嗰2條半食嘅，油站嘅隔離嘅。